香港而家發生緊一件好詭異，甚至令好多港人好心寒嘅事。大家冇睇錯，連撐足香港半個世紀、經歷過無數風浪嘅美心 MX 都要大規模撤離港島，成街平民快餐店，幾十年老字號食肆一間接一間消失。明明經濟唔好，大家應該更鍾意平靚正嘅快餐先啱，但偏偏連呢個香港人最安穩嘅平民避風港都徹底失守。今日同大家層層拆解呢場美食退場潮背後，隱藏住香港實體經濟最致命、最唔想俾人知嘅結構性危機。如果大家最近日日遊走港島街頭，一定會親身感受到呢份突如其來嘅蕭條同落寞。以前行幾條街，隔幾步就有一間平民快餐店、茶餐廳、冰室。無論返工趕時間、放工醫肚、下午茶醫餓，永遠有間平價食肆可以兜底。呢啲扎根社區幾十年嘅平民餐飲，從來都唔只係一間食肆，更是一代代香港基層打工仔、街坊最踏實嘅生活底氣。坊間一直有個行之多年嘅經濟定律：經濟興旺，大家荷包鬆動，就會去食高級西餐、特色私房菜、升級飲食。一旦經濟下行，市道不景氣，市民就會主動節流，轉返去性價比高、夠晒抵食嘅平民快餐市井小吃。按照呢個邏輯，快餐平價食肆絕對係經濟寒冬入面最抗跌、最穩陣嘅實體經濟賽道，係香港人永遠嘅消費避風塘。但係而家嘅香港徹底打破呢個鐵律，市面經濟持續低迷，市民消費愈趨保守，但偏偏最剛需嘅平民餐飲業反而迎來史上最嚴峻嘅結業潮。就連1972年扎根香港、陪伴港人走過50載風雨、熬過經濟起飛、金融風暴、疫情低谷嘅快餐巨頭美心 MX 都開始喺港島核心商圈極速縮鋪、分批退場。呢個現象絕對唔係幾間鋪頭生意差咁簡單，背後係香港零售餐飲乃至整體實體經濟出現咗系統性崩塌嘅危險信號。熟悉香港本土飲食發展史嘅街坊都知，美心 MX 絕對係香港平民快餐文化嘅標誌性代表。由70年代落地香港開始，呢個品牌咪見證住香港由工業城市轉型國際都會嘅黃金歲月，亦都扛過無數次全球金融震盪、行業大洗牌。過去半世紀，無論外面市道幾動盪，快餐行業永遠有極強嘅韌性，核心就係佢一套極致成熟嘅商業模式。出品標準化，運營成本可控，薄利多少少高翻台率，完全靠基層剛需消費穩穩撐住盤口，係香港實體經濟入面最穩陣、最少暴雷嘅細分行業。但係由數年前開始，呢個沿用50年屢試不爽嘅賺錢模式徹底失效。美心 MX 喺港島中環、銅鑼灣、灣仔等核心地段嘅分店，一間接一間結業撤離，收縮速度同規模遠超所有人預期。更值得警惕嘅係，今次退場嘅唔係啲資金薄弱、抗風險差嘅小眾小店，反而係有完善供應鏈、規模貨運營、資金實力雄厚嘅連鎖巨頭。大企業主動斷臂離場，足以證明而家香港餐飲嘅困境早已唔係個別商戶經營不善，而係成個行業嘅底層邏輯、市場生態、經濟結構徹底崩壞。巨頭縮鋪嘅同時，香港街頭更令人唏噓嘅係一大批扎根40-50年甚至近100年嘅本土老字號食肆集體退場。呢啲見證過香港市井變遷、承載住幾代港人集體回憶嘅茶餐廳、粉麵檔、舊式冰室、街頭大排檔，捱過戰後物資匱乏嘅艱難歲月，頂過多次金融海嘯嘅衝擊，偏偏喺今時今日嘅和平年代無力支撐，紛紛掛牌結業，畫上句號。打開香港社交平台新聞版面，幾乎每星期都有老字號結業嘅消息。有喺中環見證無數金融大亨發跡嘅老牌茶樓，有扎根老社區、服務街坊幾代人嘅地道冰室，亦都有曾經煙火鼎盛、撐起香港街頭市井氣息嘅大排檔。大部分人第一時間就會將呢波結業潮歸咎於業主加租、地產霸權壓榨。無可否認，租金壓力一直係香港零售業、餐飲業嘅最大負擔。但深入走訪過一眾老字號，老闆就會發現租金絕對唔係核心原因。而家好多老店結業，唔係業主瘋狂加租逼走，反而係業主主動減租、放寬租期，極力挽留，但老店都執意離場。喺租金壓力有所舒緩嘅情況下，老字號仍然義無反顧結業，背後藏住兩個無可逆轉嘅殘酷真相，亦都係香港市井文化、本土餐飲傳承斷裂嘅核心死結。第一個死結就係行業傳承徹底斷層。香港絕大多數老字號食肆嘅創辦人經營者，而家都已經年過60-70，佢哋一世人
日日駐守高溫油煙嘅後廚，朝頭早做到晚黑，一日10幾個鐘高強度勞作，憑住老一輩香港人嘅吃苦耐勞，守住一間小店，守住街坊煙火，守住本土飲食文化。但係呢份堅持根本冇辦法傳承落去。呢啲老店老闆嘅下一代幾乎全部接受過高等教育，做住律師、醫生、會計師、金融從業員、公職人員等專業高薪工種，生活體面，工作輕鬆，收入穩定。對比之下，傳統餐飲行業劣勢盡顯，常年煙燻火燎，體力消耗極大，作息顛倒，瑣事繁多，仲要經常面對客人投訴，利潤微薄，風險極高。對於一班擁有優質職業選擇嘅年輕人嚟講，放棄高薪穩定嘅專業工作，接手辛苦勞碌、日日捱苦、容錯率極低嘅老店，根本係唔可能嘅事。老一輩年事已高，身體機能大不如前，再也捱唔起後廚嘅高強度勞作。年輕一代無意接手徹底斷代。喺呢個局面之下，大部分老店老闆都唔想再死撐，更唔想陪伴自己一世嘅招牌，因為經營乏力、品質下滑而砸咗幾十年口碑。所以喺租約期滿之際，選擇體面結業，留住美好回憶，留住街坊情懷，就成為佢哋唯一嘅選擇。呢種傳承斷層唔係個別現象，而係全港本土市井業態嘅通病，亦都令無數承載城市記憶嘅老字號走向無可挽回嘅退場結局。第二個死結係持續惡化、無法修復嘅經營環境，徹底榨乾咗老字號嘅生存空間。傳統老字號嘅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網紅流量打卡營銷，而係幾十年積累落嚟嘅街坊口碑穩定地道嘅出品熟客，長期幫襯嘅人情世故。但近10年，香港城市格局巨變，徹底摧毀咗呢套經營邏輯。舊區大規模重建，老社區人口大量外遷，核心商圈消費人群全面迭代，陪伴老店成長嘅資深街坊、忠實熟客越嚟越少。與此同時，新一代年輕人嘅消費觀念徹底改變，佢哋更中意裝修精緻、氛圍感強、適合社交打卡嘅網紅咖啡店、創意輕食店、小眾特色餐吧，願意為高昂嘅環境議價買單。反而對裝修樸素、模式傳統、冇打卡屬性嘅老字號食肆毫無興趣。哪怕老店出品地道、性價比極高，都好難吸引年輕客群駐足消費。更無奈嘅係老字號被情懷束縛，根本唔敢大幅加價。近年全球通脹持續升溫，香港本地食材、水電耗材、人工成本年年飆升，餐飲經營成本節節攀升。但一眾老店老闆顧及多年街坊情誼，驚加價會令熟客流失，辜負街坊信任，唯有硬生生壓住物價，自己壓縮利潤，虧本硬撐。表面睇落日日有生意，日日有人流，實則長期保本甚至倒貼，完全靠老闆個人情懷同積蓄維持運營。經濟繁榮嘅時候，呢份情懷仲可以支撐門店運轉。但喺而家消費低迷、成本高企、市道慘淡嘅大環境下，長期倒貼嘅模式根本難以為繼。對於老一輩經營者而言，與其不斷消耗積蓄、透支身體壓落去，倒不如體面結業、安享晚年。呢個就係老字號集體退場嘅真正內因。連鎖巨頭戰略性縮鋪，本土老字號批量結業。按照正常市場邏輯，香港中環、銅鑼灣、尖沙咀、旺角4大核心商圈理應空鋪遍地，商業活力大跌。但而家市面放出嘅地產數據行業報告，卻呈現出完全相反嘅假象。核心商圈空置率持續回落，零售市場小幅回暖，營造出實體經濟逐步復甦嘅錯覺。但只要親身落街走訪，就可以即刻拆穿呢個數據騙局，睇穿背後假跌真衰嘅殘酷真相。呢個亦都係香港實體經濟最隱蔽、最致命嘅結構性危機。想要讀懂呢個假象，首先要回顧香港核心商圈嘅巔峰時代。10幾年前，香港依託全球頂級嘅自由行、紅利火爆嘅奢侈品消費市場，登頂全球商業巔峰。當年嘅銅鑼灣羅素街、尖沙咀廣東道同紐約第5大道、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齊名，穩居全球租金最貴街道前列。當時核心商圈嘅黃金鋪位，月租動輒幾百萬港幣，入主嘅全部係勞力士、卡地亞、國際一線美妝頂級奢侈品大牌。呢啲高端業態不單止租金溢價極高，仲可以創造巨額產值，帶動高端就業，拉動優質稅收，係香港國際化商業實力、高端零售話語權嘅核心象徵。當年嘅核心商圈，日日人潮湧動，遊客絡繹不絕，高端消費夜夜火爆，撐起咗香港零售業嘅黃金盛世。但係今時今日曾經風光無限嘅頂級商圈，已經發生咗顛覆性降級式嘅業態更迭。昔日月租8萬，
大排紮堆嘅黃金鋪位。喺奢侈品門店大量撤場之後，全部被三類低產值業態接手，直接拉低咗核心商圈嘅商業含金量同經濟貢獻值，亦都造就咗數據回暖、實體蕭條嘅矛盾現狀。第一類業態係短期快閃店，特價清倉場。呢類店鋪最大嘅特點就係短租、低價、低附加質、低產值，普遍只租幾個月甚至幾星期，主打平價日用品、清倉服飾、平價波鞋等大眾通貨。佢哋嘅租金僅係昔日奢侈品門店嘅1/10甚至1/20。對於地產統制告罪嚟講，呢啲短期租賃嘅鋪位可以有效降低空置率，製造租賃市場回暖嘅假象。但本質上，呢類店鋪創造唔到持續嘅商業價值、穩定嘅就業崗位同優質 GDP 增量，只係填補空鋪嘅數據工具，完全取代唔到高端零售業態嘅經濟帶動作用。第二類業態係遍地開花嘅公仔零食店、平價雜貨鋪。呢幾年呢個現象喺核心商圈愈演愈烈，由銅鑼灣核心地帶去到旺角繁華街區，大量大面積黃金鋪位都被呢類平價雜貨門店佔據。從經營角度嚟講，呢類業態確實好易生存，人工成本極低，裝修極簡，運營粗放，容錯率極高，幾乎唔需要精細化管理都可以賺錢，係業主填補空鋪嘅最優短期選擇。但從宏觀經濟層面睇，一個國際大都會嘅核心商業腹地，由頂級奢侈品聚集地淪為平價零食、雜貨集散地，絕對唔係經濟復甦嘅信號，反而係高端消費力徹底流失，城市消費層級大幅下沉，實體經濟持續弱化嘅鐵證。第三類業態係隨處可經嘅兩餸飯平價快餐店。以前兩餸飯只係紮根普通居民區、市井街巷嘅民生業態，服務基層市民，根本冇機會進駐核心商圈黃金鋪位。但而家中環、銅鑼灣、尖沙咀呢啲頂級地段，大量高價鋪位都被平價兩餸飯店佔據。對於打工仔嚟講，平價兩餸飯抵食飽腹，性價比高，係舒緩生活壓力嘅民生剛需。但對於香港整體經濟結構嚟講呢，係無可逆轉嘅業態降級。昔日支撐核心商圈、高租金、高產值、高端就業嘅高端商業生態徹底崩塌，取而代之嘅係低化單價、低利潤、低產值、低就業帶動嘅基礎民生業態。呢就係香港商鋪空置率假跌嘅核心真相。數據回暖，空鋪減少，唔係因為消費復甦、商業活力回歸、實體經濟走強，而係業主將原本高附加值、高 GDP 貢獻嘅高端鋪位低價租俾低端低產值業態，用低端繁榮掩蓋高端退場嘅事實。表面商業氛圍回暖，實質商業含金量、經濟產出就業質量、產業層級全線斷崖式下跌。呢種結構性塌陷，遠比短期空置率飆升更加可怕，更加難以修復。好多人都會疑惑，而家市道差，租金大幅回落，部分鋪位甚至租金腰斬，點解仍然冇人敢創業接手？大眾一直以為減租就可以降低創業門檻，激活市場。但喺而家嘅香港，租金只係商戶經營壓力嘅冰山一角，真正勸退所有創業者、壓垮實體經濟嘅係全方位嘅成本、高壓同徹底崩塌嘅消費市場。而想要睇透呢個問題，就必須跳出普通市民視角，拆解大型業主、商業資本嘅底層金融運作邏輯。呢個就係商鋪寧願空置1年半載，都唔肯大幅減租嘅核心秘密。對於普通個體戶小商戶嚟講，租金係每月實打實嘅硬性成本，愈平愈有利。但對於手握大量核心商鋪嘅大財團、資深業主嚟講，商鋪從來唔係單純嘅收租工具，而係核心金融資產價值直接掛鈎銀行按揭資產估值、資本運作，牽一髮而動全身。新嘅地產有一條鐵律，商鋪估值完全由片區租金回報率決定。簡單嚟講，一間鋪位嘅年度租金總額乘以固定回報年限，就係商鋪嘅市場估值，亦都係銀行核定抵押資產價值嘅唯一標準。舉個真實行業案例，一間核心商圈黃金鋪位，巔峰時期月租8萬港幣，年租金超千萬，按照行業標準年限估值，成間鋪價值上億，業主可以憑住呢個高額估值向銀行申請大額按揭、經營性貸款、盤活資產資金，再投資其他產業擴大資本版圖。但如果業主為咗快速租出，將月租大幅減到30萬甚至更低，年度租金即刻腰斬，商鋪市場估值瞬間縮水幾千萬，資產估值暴跌會即刻觸發銀行風控機制，銀行會因定抵押資產風險暴升，隨即發出補倉通知，
要求業主短期之內補足幾千萬資產差價，追加保證金，否則即刻凍結資產，啟動拍賣程序。對於大業主嚟講，大幅減租看似盤活鋪位，增加現金流，實質係金融自殺。一旦估值崩塌，觸發補倉，隨時會資金鏈斷裂，資產被沒收拍賣，最終全盤虧損。正因為呢套金融邏輯，先令大業主陷入兩難，寧願鋪位長期空置零收入，都絕對唔敢大幅減租，避免資產崩盤。部分業主為咗平衡空置壓力同資產估值，會選擇短期租約幾個月，換一批租客做快閃業態。呢種短租模式唔會長期拉低片區租金水平，影響資產估值，又可以輕微盤活鋪位，但根本支撐唔到實體長期經營，亦都吸引唔到真心深耕行業嘅創業者。拋開複雜嘅金融遊戲，而家香港實體經濟嘅困境早已超越單一租金問題，變成全方位成本擠壓、全面消費萎縮嘅死亡螺旋。除咗租金壓力，失控飆升嘅人工成本係壓垮餐飲零售業嘅第二座大山。近年香港服務業人手嚴重斷層，餐飲零售招人難、留人難已經成為常態，就算出高薪都未必請到人。新生代年輕人極度抗拒後廚、樓面服務崗位，高溫辛苦、規矩多、容易受氣、壓力大，對比之下時間自由、不受管束嘅外賣、兼職散工更受年輕人青睞。為咗爭搶稀缺人手，全港餐飲商戶被迫持續加薪、提升福利，人工成本年年創新高。與此同時，食材、水電、後材運輸等基礎成本受全球通脹同本地供應鏈緊張影響，持續漲價。多重成本疊加之下，商戶只能上調售價，但即便餐品價格大幅提升，利潤空間依然被壓到極致。高成本、低利潤、高風險、低容錯，成為行業常態。手遊客流波動就會即刻虧損，都係美心 MX 呢類大集團都頂唔住主動撤場嘅根本原因。比成本暴漲更致命嘅係消費市場嘅徹底萎縮同消費習慣嘅永久改變，呢個係實體經濟無法回暖嘅根源。首先係工作模式嘅顛覆，直接瓦解咗平民餐飲嘅核心客流。以前核心商圈餐飲完全靠寫字樓打工仔撐起全盤生意，早上通勤早餐人流，中午上班族放飯高峰，下午茶休閒客流，夜晚加班宵夜人流，4段客流循環，超高翻台率，穩穩保障商戶盈利。但居家辦公、混合辦公模式普及之後，中環、銅鑼灣寫字樓空置率屢創新高，企業大幅縮減線下辦公規模，每日通勤上班嘅打工仔大幅減少，午市、晚市、下午茶嘅固定剛需客流徹底消失，商圈日間冷清，夜晚死寂。8點之後，街頭幾乎冇人流。對於極度依賴高頻剛需人流嘅平民快餐嚟講，客流基本盤崩塌。無論出品再好、效率再高，都絕對覆蓋唔到固定成本，虧損早已係定局。更嚴峻嘅係雙向消費外流，徹底掏空咗香港本地消費力。遊客層面，昔日撐起香港高端消費嘅內地自由行客流，消費模式徹底轉變。而家內地遊客赴港，大多係短途打卡、輕體驗、影相閒逛、平價食嘢，幾乎唔再大額消費。奢侈品、珠寶、高端餐飲需求大幅下滑，再加港幣掛鈎美元持續強勢，人民幣相對貶值，香港物價性價比大不如前。內地遊客赴港消費意願大幅降低，外來消費紅利徹底消退。本地市民層面，香港人週末假期北上消費已經成為常態。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交通便捷，物價更低，服務更好，娛樂選擇更多，高鐵1小時直達，幾乎所有香港市民嘅週末。休閒飲食購物消費全部外溢內地，香港人喺本地辛苦賺錢，卻將大部分消費力釋放喺內地，本地市場持續失血。昔日繁華嘅商圈、夜市、酒吧，加而家冷清蕭條，外來客唔消費，本地人外消費，香港實體經濟徹底失去消費支撐。就算租金歸零，單憑而家稀疏嘅人流、低迷嘅消費氛圍，都覆蓋唔到人工同水電成本。創業者根本冇盈利空間，自然無人敢入局。成本高壓勒消費低迷，形成咗無法破解嘅實體經濟死亡螺旋。縱觀全港4大核心商圈，實體經濟嘅衰敗痕跡清晰可見，仲呈現出深層次差異化嘅衰退特徵。銅鑼灣昔日係全港人流最鼎盛嘅商圈，十字路口日日摩肩接踵，遊客絡繹不絕。而家整體人流銳減3-4成，二線街空鋪連片，大量品牌合約到期後直接撤場，要麼搬去租金更低嘅商場高層，要麼徹底退出香港市場。街頭商業活躍度大幅下滑，
尖沙咀廣東道曾經係香港頂級奢侈品名片，名店門口常年大排長龍，高端消費源源不斷。而家街道門庭冷落，就算少數大牌仍然堅守，進店率、成交率、卡單價都大幅縮水。昔日輝煌不再彌敦道，兩旁昔日火爆嘅金鋪美妝店、母嬰店大多結業退場，取而代之嘅係平價雜貨零食店，商圈檔次持續降級。旺角一向係香港年輕人消費大本營，波鞋街、女人街、通菜街常年人氣爆棚，但近年受線上購物衝擊、內地平價熱題競爭、年輕消費習慣改變影響，旺角小店生意一落千丈。實體鞋服、配飾店性價比、款式完全比拼，唔上線上平台，核心競爭力盡失，大量商戶無力支撐，陸續結業。而中環嘅衰敗，更直接撼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中環匯聚全球金融機構、跨國企業總部，昔日大量高薪金融白領商務人士，撐起咗高端餐飲、酒吧、商務宴請嘅消費市場。但近年金融機構持續縮編裁員，縮減線下辦公場地，高端白領數量大減，商務消費、夜間消費全面萎縮，高端業態批量退場，就連服務基層嘅平民快餐都大幅縮鋪，足以見證香港核心經濟圈層活力徹底衰退。面對實體經濟持續下行，好多經濟學家評論員都話，呢只係城市轉型嘅陣痛，係產業結構優化嘅必經過程。佢哋認為香港過往過度依賴地產、金融自由行單一賽道，業態老化、結構單一。而家傳統業態降溫，租金回落，可以為文創、小眾特色小店、創意產業騰出空間，助力經濟多元化轉型。理論上呢個邏輯冇錯，產業迭代本來就係城市發展嘅常態。但落到香港真實市場，呢個願景太過理想化，產業轉型業態升級，從來唔係靠平租就可以實現，更需要充足消費人口、活躍商業氛圍、投資者信心、持續消費增量作為支撐。而家嘅香港恰恰一無所有，而家資本市場清一色現金為王，市場前景不明，消費持續低迷，手握資金嘅投資者絕對唔會貿然投入重資產、高風險嘅實體行業。比起幾百萬開店埋苦擔驚受怕虧損，將錢存入銀行購買低風險美債，穩穩當當食利息先係最優選擇。資本唔入實體就冇新崗位，冇新商業活力，冇新消費增量，就業停滯，收入低迷，進一步壓制消費意願，消費萎縮再倒逼商戶結業，行業收縮惡性循環不斷加劇，實體經濟徹底陷入衰退泥潭，難以自助回暖。除此之外，疫情之後全民消費習慣嘅永久改變，徹底封死咗實體復甦嘅最後出路。而家線上購物、外賣點餐、居家休閒已經成為主流生活方式，足不出戶就可以買到平靚正嘅貨品，食到各式美食，極致便捷嘅線上體驗，令市民外出消費嘅意願大幅降低。傳統街邊實體店嘅剛需屬性徹底弱化。反觀新興商場綜合體可以持續留人，核心就係佢哋跳出咗單純賣貨賣食嘅單一模式，提供咗無可替代嘅沉浸式體驗。室內遊樂主題展覽、沉浸式場景、多元化配套服務，全部係街邊老店無法復刻嘅優勢。而香港大量傳統街邊商鋪幾十年一成不變，冇創新、冇體驗、冇升級，喺消費升級習慣迭代嘅大勢之下，被淘汰早已係注定結局。綜合所有現象嚟睇，美心 MX 大規模撤場，本土老字號批量結業，核心商圈空鋪假跌，優質鋪位減咗冇人接手。呢四大現象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共同指向一個真相：香港正處於歷史性嘅經濟十字路口。過往靠地產炒作、高額租售、單一旅客消費、金融槓桿撐起嘅舊經濟模式，已經徹底走到盡頭，全面失效。未來香港零售、餐飲等實體經濟必將迎來一輪慘烈嘅大洗牌。缺乏核心競爭力、唔識與時俱進、冇體驗、冇性價比嘅傳統商戶會持續被市場淘汰，死守舊模式、硬扛高租嘅業主，最終只會面臨資產貶值、金融風險爆發嘅結局。唯有主動破舊立新，精準鎖定客群，迭代經營模式，打造專屬體驗同極致性價比嘅商戶，先可以喺行業廢墟之中突圍生存。對於我哋每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嚟講，呢場無聲嘅經濟變革帶嚟最真切嘅感受就係城市煙火慢慢消散。曾經遍佈街頭、隨手可及嘅平價快餐、地道老店、市井美食，一間接一間消失，熟悉嘅街巷愈變愈陌生。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東方之珠，繁華鼎盛，煙火璀璨。而家我哋最大嘅心願，只係街頭可以留住一間平價小店，一份地道美食，
一抹溫暖煙火。如果你都親身感受到香港街頭嘅呢啲變化，惋惜一眾老字號、平民美食慢慢退場，對而家香港實體經濟嘅現狀有自己嘅睇法同感受，歡迎即刻喺評論區留言分享，講下你嘅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每一個普通人嘅親身經歷，都係呢個大時代最真實嘅歷史見證。鍾意今次嘅深度拆解，覺得內容真實接地氣，幫你睇清香港經濟底層邏輯嘅朋友，千祈唔好吝嗇你嘅點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多點讚留言，開啟小鈴鐺，我會持續更新更多香港社會經濟行業深層拆解內容，帶你看透城市發展背後嘅真相。我哋下期再見。